你唔是一个大咧主持这个乌龟嘛？乌龟，嘿，不啊嘛？是啦，以后到底伊足爱教人，教人也敢教怎么讲？教人就爱教人安怎来主持？啊，你有进步哦？第一身躯有进步哦？你家己感觉？伊教我主持，伊有进步。你嘛有甲迄粒龟合作？嘿，对，较早足久这边我会讲到有差不多流目屎，哎呦所以伊了，伊就较袂对我安尼讲话。伊讲啥物？互你流目屎？伊就讲，讲你足水的。无，讲我水，哪有可能？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做主持人蹦恰恰。大家一定好啊！我心情逐工拢真好啊！是啦，风采有人好啊，将在我感觉非常的歹势。欢迎大家收看《为山为水为玲珑》来讲台语世界通，我是大家好厝边蹦恰恰。大家你爱记无？这个流传在民间较早人咧讲的，即摆这个少年人可能唔知啊，吼。初一早，初二早，初三困觉饱，初四接神，初五过开，初六养肥，初七教完，初八完全，初九天公生，初十有食食。11请囝婿，12查某囝转来办。还袂煞咧，还袂煞咧。是有面我讲到12呢？你13我袂记诶。徐老师13叫做食阿妹啊配挂菜，14甲张平，15上元楣，16拆张平，还佫有。到16啊，过年过到15中上元节了，咱来拆张平啊，做一个结束。是，所以咱来建议咱的这个政府单位、有关单位吼，以后过年呢，为旧历的日时，加正月16，大家休一个生歌。你讲好无？好，咱的台语冲向世界，你讲好无？但是台语袂使失传，因为台语有偌水。正你水，有我赞，正你赞。咱的语文专家，咱先来介绍一下。若无伊，咱的节目是要如何成立的？这是语文专家邓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要变魔术买通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咱拄就讲着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觉饱、初四接神、初五过去、初六养肥。到底养肥要安怎写？哦，唔知是唔是安尼？吼，我所了解是安尼。为免个爱养肥呢？这讲起来唔是啥物无卫生嘅代志，因为古早无化学池，所以迄个物件会使养着卡卡的两桶，抓咧，全部抓去做肥料、压菜啦，压一寡物件会较紧。迄唔是这个天然的肥料，较早是用安尼。老师，安尼写咁对？你尊重我的创意。你有先见之明。我又搁错了。这里是一，咱讲咱咧背梦是一望过，哦，用这个一。啊，若要养呢，这个汉语个意思是共款的。卡水。我若大概写你拢感觉做自卑呢，唉。我拄讲这样尔你尔。哦，你让我做这，你破书碰呢？歹势。我甲老师尔。所以是这两字。嘿，养肥嘿。哦，所以这是错误哈。感谢老师。来，多谢。感谢你的指导，你敢会记的。今仔日有两位新的同学，新的特别来宾，一男一女，查甫缘投，查某水。查某水甲食果啊，查甫缘投甲变过。谢谢碰哥。我在讲你啊。可以。姜过你好。哎呀，碰狗你好。是。哇，足欢喜来
你这个节目，形容咱两个变古早人在对的。今日不敌中国，今日有为何有时间来背节目呢？因为我是客人，是啦不过我足爱讲台语的。哦，你发音已经错了。哦，台语，台语，不是台语。哦，台语。哦，碰过你嘛知影，我是魔术师。魔术师，即摆我就变一个魔术，互大家看。我看这手拢无啥物物大家拢知影我手爱变一蕊花互你，送互你。哦，迄够简单的呢。画一个哦，叶子花。谢谢，拍谢，感谢，我先来照。小大哥，你笑袂好，笑到耳高眉呢。讲变一个，我手360度回旋300，台语。 360度，你看嘛，看有手哦吼。哎呦，等伊啊，要等伊啊。卖叮当，你安尼，嘿，搁识过？哎，无法度。切。啊，你敢介绍完啊？哦，差不多啊。你毋是是大个咧主持节目？哦，阮大诶，乌龟嘛，乌龟，嘿，不啊嘛。不是啊，诶，以后到底无？啥物？以后到底无？以后到底无？嘿啊，伊足爱教人，教人也能教，教怎么讲？教人就爱教人安怎来主持。这是好啊，对后辈这照顾嘛，甲提拔嘛，甲讲你安怎。对。啊，你有进步，第一身躯有进步，你家己感觉？伊教我主持，伊有进步。伊教我学足侪物件，伊嘛会魔术咯。水哦，你看成就算真好了吼，爱欢喜，爱主持节目，爱拍广告，爱唱歌，是算多方面的才艺啦。对，会晓写毛笔无？写毛笔啊？写你的名好啊。我写我的名。好，小中。钟啦，小中。你本名什么？钟允成。钟允成。文祥啊，钟云成，钟永雄，钟永雄，你看他在几边写了？打法吗？钟，啊，你写，你用写啊，这样无啊？这歹讲啦，歹讲啊，讲啊。钟下哦，我今年无读到对。哇，咁是文我来等下。文鼎，一下，应该是分庭吧，老师。温鼎，温鼎啊，精温鼎，精啊，因为咱生爱读鼻音，爱读精，啊，伊遐讲中，迄是文音。啊，歹势，哎，毋过咱拢尊重啦哈。迄是温鼎，钟温鼎。啊，你好，感谢老师，麻烦你给自我介绍一摆台语。大家好，我是钟文鼎。文鼎。好，啊用你的母语甲大家问好者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忠久，同欢喜来到了吼碰过的新的节目啊吼，金本日希望大家爱收看哦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发山发水发玲珑。正确的吗？正确。正确的。咱在请来配音吼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啊！你用客家话搁一摆安尼。客家话，哎，卖算钱，好无？做唔得，做袂到。啊！你听有诶？客家人啊讲，说对懂清楚，客人啊算甲足清楚诶。对你，台语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叶hin白。
这有问题哦。嘿，我也姓白本名。你本名叫啊，就是足歹听安尼。是安怎讲？阿白啊，来。但因为目白嘛白啊。是读美啊，读白啊，老师。要念名是要美啊，美哦，你爱读本音，朴实波咖哩咖哩啊，认真听。这也姓美。嘿，欣赏的欣，也欣美。安尼袂歹，有这个味，甲会较别人较会有安尼，甲别人味倒，你知道？伊即摆讲啥？你唔是伫这边有主持节目？有啦，我伫咧公司台一台有一个囡仔的艺池节目，往来西瓜先饼先，6点半开始做的。哦，所以你们若规个节目拢讲台语的呢？系啊，因为阮的对象是囡仔嘛，所以囡仔咧学台语，阮嘛对伊咧学。啊，现场嘛有老师咧教阮教。哎，老师厉害无？迄老师嘛袂歹，一个查某的老师，就亲切咧。哎，较搞啊，阮老师较搞。因为我今仔来遮，我感觉讲以大人的程度来看，迄安祖老师较高。安祖老师，你算西瓜我大饼啊？因为我是往来西瓜先饼先啦，是往来西瓜我大饼。盖一个啦。对啊，真哥咧讲，你嘛有甲迄粒龟合作？嘿对，因为吼，你知影咱台语啊，人爱经水果，经迄上甜的所在，就是往来头西瓜尾嘛。啊，我因为伫咧迄粒果的边啊，我发现佫有一个所在嘛是足甜的，会使学到足侪物件，就是火锅的边啊，往来头西瓜尾，火锅边啊，先饼先。迄搭布啊吧？咱讲过嘛？布啊吗？哦，龟那个挖气龟啊呢？气龟，气龟啊，哦，气龟。布啊是胡瓜，迄无讲。胡啦吼。伊种咧已经糊咯，迄种吼，迄嘛当叫布啊。布啊。啊，迄个乌龟，所以咱就连面名叫乌龟就好啊。乌龟，大家买。你 possible 你讲的要遵守。乌龟。乌龟。哎，伊好到点无？袂歹啊，一开始伊嘛有捌甲我讲会较大声，甲我派到。有一遍我有互伊惊着，我有一遍较早足久即遍我有互伊讲甲有差不多流目屎，所以伊了伊就较袂对我安尼讲话。伊讲啥物？互你流目屎？伊就讲你足水的。无，感动。我水，真可怜啊！伊甲你骂哦，哎啦，伊是针对讲主持的过程，讲的有诶讲了无好，还是讲伤急啊，还是讲甲别人的笑亏拢讲了，还是别人讲笑亏，阮伫边仔讲啊，这听过啊，听过，伊感觉安尼对迄个咧讲笑亏的人足无礼貌，所以伊就讲你出去，毋管你有听过无听过，你录影你着爱做迄个效果，所以伊拄则安尼，阮嘛拢笑甲足欢喜。你是讲我表演你拢看过啊是无？我可能无看过。我笑就是啊。你10年来拢无换，你知无？你跟我过来，我讲叶子的台语要安怎讲？我来讲什么叶啊吧？个伊嘛讲，伊告诉嘛叶子。叶啊，我知影。槟榔包叶啊。包叶啊，包叶啊。嘿啊，我知影包叶啊的啊。即摆来考验台语的能力先做安怎？吼，今日要考这算简单啦。简单。拢总是亲情关系对亲情关系。哦。吼，我讲啥物，爱叫做啥物安尼。好。好来，老师甲我卡落去啦，注意哦。嘿。爸爸的哥哥啊。我叫阿姑。爸爸的哥哥。爸爸哥阿姑。爸爸的哥哥。爸爸哥阿姑。阿伯啦，阿伯啦。阿姑是妈妈那边。嘿啦，大伯。大阿伯，阿伯，然后更加大伯二伯啊！对。爸爸的哥哥啊，我爱叫阿伯啊。水，这条你就较困难，我感觉你摇袂着。我想看卖。我讲阿伯母啊，阿伯母，伯母。北部啊！阿伯母，对不起。阿伯母的伯母，哎，是阿伯老，毋是伯母，嘛无一定是安尼啊。我讲阿伯母啊，阿姆。哎，我讲什么话？我讲阿伯母啊，是阿姆。我叫阿姆。我讲阿姆。你个一摆吼。
我讲阿爸母啊，我讲啊安就对，安就对，来对你哦。我讲爸爸的小弟啊，我爱叫阿叔。水，你也叫阿叔。我讲阿叔的某啊，我讲阿进，阿进的信对，紧张紧张，我讲阿爸的小妹啊，我爱叫阿哥，阿哥。阿哥，我讲阿哥的翁啊，我讲高张，是。我讲妈妈的兄弟啊，我叫阿姑，这个对啦，这个对啦。哦，你顾只顾袂好势。阿姑，古维瑞啦，拍谁阿姑？卡巴基古维瑞，好来，对你。对。我讲阿姑的某啊，姑妈，是什么某拢干妈对哦。舅妈，阿金哦，哇，这我无讲过呢。我讲阿姑的某啊，我讲阿金哦，金阿金哦，阿金哦，金我讲阿姑的某啊，我讲阿金呐，阿金，阿金，袂使阿金，好阿金，阿金，阿金，阿金你会晓写无？阿金，会晓写无？阿金，我袂晓。阿金，大家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你叫阿金，阿金要写你敢知？知诶。我唔免搁写写咯，我看对唔对？是女字，是金字，哦，女金。金字的金老师对无？对啊，你咪只搞啦。哇厉害是安尼笑。嘿，这阿金，会记吼？阿金，阿金。对你后诶。嘿，我讲妈妈的姊妹啊，我叫阿姨。买阿姨，要阿姨还要阿二？阿姨。阿姨是囡仔，阿姨，阿姨。这样阿姨我叫阿阿姨，姨。这条较困难。哇，我讲姨婆的后生啊，伊无会后生好，你好，姨婆后生你好，这伊无会后生好，这有通食讨论吗？伊无和阿嬷迄辈是共辈，表兄。啊伊的后生和阮妈妈是共辈，姨婆。阿姑，哇，表阿姑，表姑，表哥阿伊讲是要去姨婆因囝嘛，因囝，所以是甲阿姨共辈，甲阿姑啊。阿姑啊，阿姑啊，对个阿姑对共辈啊伊共款是共款是阿姑啊。嘿，本地人拢老母迄边拢叫姑啦。过来，阿公的哥哥啊，我讲伯公，敢是哦？对阿公的哥哥，哥哥伯公啊，对嘛吼？当然阿公的弟弟咧。嘛是舅公。这公，哎呦，你那真搞啦！阿信啊，这公。是，过来，老师过来看。我讲阿公弟弟的某啊，阿公弟弟的某啊，阿公弟弟，阿公弟弟，阿公弟弟的某，阿公弟弟的某，金伯，阿公金伯，金伯敢对？因为你阿公的弟弟，咱头讲过爱叫啥货？舅公。职工啊，职工因某应该叫啥？这伯，阿金吗？金伯啊。金伯，啊，这个某是阿金啊，你用安尼推理啊？金伯，你对哦。我对啊，哎呦。因为伊偷偷甲我讲，好啦，靠了起来。嘿嘿，哎呦，我讲阿公的姊妹啊，高伯，我叫高伯。哎呦，对哦，高伯因翁啊，高伯英昂，高伯因翁啊，我讲高伯昂，长工，丢工，长工。哦丢工，哦哎丢工，长工嘛有可能有高长甲，还是姨长啊？唔是吗？统称，拢是像长工，管啊，像不是调工诶。丢工，丢工，老师有较复杂的无？若是讲我是做人新妇的吼，我要对阮翁婿、因阿姊甲因小妹要安怎叫？哦。我做交，哦，对阮翁伊的阿姐甲小妹要安怎叫？大汉狗啊，对啊，大狗小狗啊，小狗啊，大狗啊，小狗啊，大娘姑甲小姑，哦，大娘姑大脑婆，小姑晒盐螺。
哦，迄是俗语安尼讲，大娘姑大哪婆，因为大这是阮翁因阿姊就甲大家做平大，所以大娘姑大哪婆。哦，啊那小姑晒盐落哦，因为伊只小姑吼，拢专门咧教读小晒盐落安尼，较歹有阵嘿，较好创治啦。哦，所以这俗语是安尼来的。我就讲，老师就是做老师就是安尼。所以这咱台湾吼，这个互相辈分的情况吼，有阵个足复杂的。譬如讲阮阿姐因第四线小弟啊，会客囝，会生落来客囝生落迄个孙啊，你要叫啥？孙啊你好，孙啊，你在叫我孙啊？这是一个紧张的时间。哦，像咱紧张呢，哦，这个教室内底吼，准备要进行一场考试。啊，这个考试吼，关系到这学生啊，有法度顺利的毕业无？吼，大家学生啊吼，拢摕出你家己的绝招，要来进行着这个考试。这个干科老师呢，嘛唔是一个普通的教授，吼啊，刷来发生什么代志，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考试。我拄我听你讲，我算伊毋是算普通的教授，我是教授，毋是教授。教授，来，小本的，好，我帮你今仔日这个考试真重要哈。了解讲恁大家平常时啊，到底有认真无认真？到底是毋是有好好读册？到底是毋是有法度顺利毕业？平常时啊，拢甲恁讲哦，考试有考试的规矩，恁啊随若去我无守规矩去我掠着，你就惨。我想，你写好诶，写好啊，你是啥名尔吧？我想，啊我读的你也拢无顺啦，我是要怎写啦？我黑白摇摇的哦。啊，无你迄个选个考迄你嘛考好势。我讲金币啊，金币应该会得较济吧。我明明1、2、3、4，你会金币呢？英语我哪唔知？我弟甲我讲的。我无，你要嘛要。啊，无紧啊，认真写，遐些。较认真的。哦。老师，你叫我 A 啊？我老师。我叫我 A。老师，即摆几点嘛？哈？歹势啦，歹价要价我，要价啥啊？你歹价，你歹价你怪我，像我甲你饲了无好势，你歹价。歹势，老师，我昨暝啊吼读册啊读甲伤晏啦。我今仔日啊吼去佚佗啦咯，拍七啊啦咯。无，我读册我爬袂起来，我就困过头啊，我即马才赶过来啊。你讲啥？我赶过来啊。赶过来，我赶过去。我赶过来啊！我昨明就甲你讲，讲今仔要考试，叫你较早困，摕出来。什么物件？真正唔摕出来，什么物件啦？你真正无爱摕出来。啊？摕出来！报告老师，我摕出来啦，我无抄。摕出来你还袂抄？较注意咧哈！我唔敢。我甲你讲，无安尼啊，大家啊较认真的啦，小可较注意咧，小较注意咧，你唔好当作我唔知你咧创啥物货哦，你较注意咧。咩事啊？等下，食了讲。我同佢等你食了，我再讲。无啊，我巴肚是枵啊，就枵的。你是当时捌饱过，你甲我讲。所以我在炸胖来吃。胖。你是要讲胖，还是要讲面包？吐司。吐司，像我是吐司啦，好啦，你做你吐吼，你食饱，你等我是放100分出来，我甲你讲啊。你是哪样？你这么胖还假胖？你写你会讲你地带啊？你这黑白啦，你咧当作我唔知你咧创啥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袂见笑，唔好做这款代志啦。我甲讲实在，真正袂见笑。看啥？无。老师，你毋是讲迄题目我看清楚，较袂写毋对？我目睭无清，我就用镜。目睭无早来吼。我目睭我昨读。目睭无清，目睭就目睭涩。嘿，对。目睭无毛，你表记无好。嘿，有小可会疼，互你讲到这疼，我早这行来看觅题目看清楚无？你也知我甲看觅嘿。
我头一摆看这款汉镜看袂过。他唔惊，他唔惊后壁有大物件，所以无说你无看清楚啦。我用心嘛，知讲你咧看啥物货？无啦，这是我人生的一寡指示啊，用汉镜。是人生啊，人心，你也是人心哦。人生，人生。手起，歹势，嘿，讲你药剂无好，去食人参，嘿，过药剂咧。哦，啊，莫啦，安尼袂见效，安尼无守规矩就袂见效。即摆你痛啊！哦，无啦，老师，我伫咧练习我的魔术。嘿，你无相信对无？你唔相信对无？我甲你讲，这是纸对无？嘿，你是纸。老师，你摕一张，来哦，拢共款的纸吼，哦，看一下吼，来哦，老婆可以 close 一点吼，多谢吼。喂，来了，那厉害，目睭嘛会使哦，哎呀，鼻孔嘛会使哦。哦，你试看卖，赶快，甲我手安尼，你无法度吼。哎，你敢知我耳啊嘛会使？啊，你遐嘛会使？哦，哎呀，遐嘛会使哦。来这套，我要紧，我有新的，这卫生纸对无？还对，我会使甲卫生纸变出动物，动物，动物，好可能，我敢会叫，爱一个魔术粉，无错，我专用的哦，伊专门的哦，专用的哦，撒进去，哎，靠，加入去，喂，今嘛有魔术啦，你看卖哦，吼，今嘛我要变啥，你知无？为啥？狮子，谁呀？谁呀？谁啊？狮子，喂，狮子，今嘛我变鸭子，鸭子安怎讲？鸭子。喂，今摆嘿，我变蚊子，蚊啊，蚊子，啊，今摆厉害哦，最要紧，哎，兔子，哦，头啊，今仔教室冷气开得重了，我来教练啊。差不多了。老师啊！你食你的就好。就在我，卖食胖啊啦，你就胖啊啦。你这套我跟你讲，20年前我都拢变过啊啦，用迄个做饼，你这算叫做气喙分鼓吹。来哦，过第二句俗语。同啊！你给他看。因为老师你不是讲题目爱看清楚才袂写唔对。要甲近视几度？我想我目睭酸酸，昨读册读伤晚，我早喊镜来甲题目看较清楚、较详细。哦，安尼看有你念我听。这就是答案。不打自招，头一摆看咧举喊镜，迄是咧看啥？喊答案写伫咧遮，迄是老大人咧看报纸，看无咧举这咧看尔。啊，恁这人哦，袂见笑，袂见笑，这款做饼迄个教授，我看在这啊，真正是袂见笑，袂见笑。什么步数你都你咧创啊？我一个练习魔术啦。哦，这鼻孔嘿，个别行较新的无？这卫生纸哟，会变动物哦。第二遍看卖哦，啥啊？狮子嘛，狮子哦，蚊子哦，蚊子哦，蠓啊，哎，鸭子哦，对，我要看鸡。你去看啦哈，这个20年前阮教授阮就用过啊。你这叫做气喙食米粉。有听到无？假米粉，都有两句俗语出来哦。第一句叫做气喙分鼓吹，第二句叫做气喙食米粉。就是讲你这个步数，你比赛有诶无诶，这两句俗语到底对一句来形容，拄好来战胜第一句讲气喙分鼓吹，像举手。一个人呢，现在又分鼓吹，那不是闹亏。
嘿啊，伊老气。有道理哦，咱有气啊。好，其他的人去是食米粉举手。来，请你解说一下。这食袂落，食袂落去，因为安尼歹食，嘿，是无参做参量歹食。食袂听你讲的，我老屎。我感觉是歹看的意思。歹看意思。歹看。去喙食米粉就是我进前去做喙齿的时阵，到迄矫正器。迄阵啊食物件足歹食，迄物件食拢会个，拢爱食足细喙，若无会去会吐出来。跟什么关系？跟什么关系？去喙食米粉，就是代表讲，阮去用你米粉拢走出来，去用看出。啊，你甲阮掠掉啊！你掠掉阮咧创啥？你甲阮看出。你是搞主持节目的？到现在听无。讲了解硬啊！老师，正确答案麻烦。咱依照一句话讲，朋友若要好，大家爱互相闹开，有进进步。啊，这部就是讲人碰着讲这20年前就已经看过啊，你搁来这变，所以变做安怎？甲你闹开，所以去喙的分果脆闹开。啊，若去喙的食米粉就是讲。因为咱这有一个芳梨啊，所以你食什么物件，互人看较清清楚楚。所以伫咧甲你开讲吼，啊，代志跟大家看较清清楚楚啊，莫搁暗藏啊啦。所以去喙食米粉就是啊，看现。哦，所以若讲照头碰过来演，应该倒一句较适合，应该就是去喙的分果脆闹开闹达啦，嘿。甲你拍地破过来。吟诗作文真趣味。这首大家拢拄会到，吼，因为查囡仔拄较济，这免管这行吼，描写这个行的情形，就是甲大家咧照行会看到什么物件。啊，这位欣怡，嘿，麻烦你念一遍好唔好？我看你台语。全部吗？啊，无咧。我来试看觅。哎呦。行，奇怪，真奇怪，我赢只手变倒手。我抬倒脚变正脚，到底原因是出地带，为什么那会这奇怪？详细行入去看卖，原来柄顶有一物件，看我生了果水来创治，甲我弄甲嘴呀笑眯眯呀笑眯眯。哇！大概是2字有问题啦，甲我人家吧。人家。哎，这个是牙正脚，牙正手变倒手，老师。牙。这脚是意思啥？你嘛牙吗？迄是抬举啊，抬举。其实伊的意思应该拢是用牙卡，牙就会使啊。牙较重的物件，较重的物件咱来牙。不过这种牙手牙卡敢会足重？袂，所以咱就另外一个，因为这个咱读做啥？正手边这个咱读做举嘛，选举对不对？所以变咱是要牙，所以摕手柄安尼。这个重，这个了解。好，这真简单吼，这互咱想起着囡仔时代，大家请站起来。好来，做伙做一摆来，老师来起鼓了。2、3、4。奇怪，真奇怪。我也只手变倒手，我也倒脚变正脚，到底原因是出地带，为什么会这奇怪？详细行进去看卖，原来柄顶有一物件，看我生了果水来创治。甲我弄甲嘴呀笑眯眯呀笑眯眯。希望大家每天拢笑眯眯，检查大家收看后，各位感觉继续收看画山画水画你啦，谢谢。唔哪学晓一寡台语，你要安怎念；一寡台语，你要安怎写，佮听着足好听的台语歌曲。大家真正是足欢喜，不只是画山画水画玲珑，更是学山学水学玲珑。我是客人，不过我来是节目，我学到足侪台语，后一摆我嘛爱来哦，吼变足侪魔术，吼大家看，唔是气嘴碰果水，袂闹开哦。